大家好，我係大家嘅巴打威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最近熱爆嘅電影《尋秦記》。《尋秦記》一開始嘅時候氣勢如虹，連破不同嘅票房紀錄。但到底點解而家好似停滯不前？無論票房同埋口碑都總係爭啲，未能登頂。點解部咁大嘅製作，有咁多明星、咁多投資嘅電影，都仲係爭咗少少呢？今日我就同你一步一步去拆解，跟住睇完明白點解《尋秦記》總係爭啲，未能登頂。大家都知道，《尋秦記》曾經被稱為都市傳說，但係直到舊年林峰嘅演唱會，古老闆現身，直接宣布話《尋秦記》將會解封，亦都喺舊年2025年嘅12月31日喺香港同埋澳門同步上映，首映場次直達1481場，亦都成為咗香港電影史上首日開映場次最多嘅紀錄。同時間亦都一口氣打破埋破地獄嘅紀錄，成為咗首日最高開畫票房嘅紀錄，可以話氣勢如虹。而事實上呢個氣勢亦都去到第二日都繼續係 keep 住嘅，佢第二日亦都係累積票房去到2174萬，所以連續2日嘅單日票房亦都係長奔1000萬元。其實迅即成為咗2025年嘅港產片票房冠軍，又亦都承住呢個人氣，一路票房越嚟越高。而去到1月中嘅時候，個老闆就開始講話：我準備要推出加長版啦。如果去到1億嘅話，咁大家其實亦都好期望啊，《尋秦記》會唔會登頂成為一個票房嘅冠軍呢？咁但係慢慢去到1月尾嘅時候，即係1月30號，港澳嘅票房其實開始慢落嚟。佢當時就去到8500萬，當然唔係話差，但係距離億都仲係有一段嘅距離。今日又去到情人節嗰日，港澳嘅票房亦都終於突破咗9000萬。咁但係都仲係爭少少，未去到億。而直至今日為止，暫時佢嘅票房紀錄亦都係仲未過億。而事實上，香港過億嘅電影亦都唔係得佢一部，所以話如果要登頂過億，只係有機會入到頭三甲，但要登頂其實係難上加難。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拆解一下，到底《尋秦記》明明一開始嘅時候氣勢如虹，點解個票房會慢慢停滯不前呢？其實第一個失誤就係佢嘅 marketing 宣傳策略失誤。當然呢個宣傳策略嘅失誤其實唔係講一開始嘅策略，一開始事實上係氣勢如虹，名列前茅。一開始嘅宣傳策略其實係做得非常好嘅。古老闆首先喺林峰嘅演唱會上面去現場演繹《天命最高》，亦都順勢宣布2025年尾會推出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。咁網上同埋普羅大眾都開始去紛紛討論：咦，到底《尋秦記》會幾時上映呢？呢個都市傳說到底係點嘅呢？亦都慢慢去有足夠嘅時間去重溫翻25年前嘅劇集版，大家情緒開始醖釀。然後亦都喺準備正式上映前，又再推出呢個林峰同古天樂兩大主角一齊合唱嘅《天命最高》2025版，將個期待值進一步推高。第三個策略就係將個上映嘅場次有咁密推到咁密，要密過巴士。咁呢個策略其實啱嘅，所以第一日、第二日都每日
破咗1000萬嘅票房，完全係一個好好嘅開頭，可以話係氣勢如虹。然後其實跟住個策略亦都唔差嘅，佢有同金大之合作啦，推出一啲盲盒抽卡啦，令到大家都好熱切啊！到底抽唔抽到林峯，抽唔抽到古天樂，抽唔抽到禪游，抽唔抽到陶總管？另一方面，佢亦都喺每個星期會有一啲唔同嘅禮品、唔同嘅海報推出，甚至乎去到接近中段嘅時間，都開始有唔同嘅謝票場，有唔同嘅演員去唔同嘅地方，其實都係吸引緊大家去睇。當時個輿論度亦都越嚟越高，大家都覺得，咦，唔睇就走寶啦，已經成為咗一套現象級嘅電影，係一步一步穩步上揚，3000萬、4000萬、5000萬、6000萬一路過，其實個氣勢係幾好嘅。古老闆亦都好努力去唔同嘅 YouTube channel 去分享、去宣傳。咁但係到底點解話個宣傳實力錯誤，令到而家個票房停滯不前呢？到底點解話佢宣傳策略失利？其實亦都係正正出現佢喺某 YouTube 頻道上面嘅宣傳。當時古老闆就話會推出加長版，咁至於主人就問佢：咦，咁大概幾時會出啊？大家都一定好期待，好想再入去重溫《尋秦記》啊！咁當時佢話：其實心目中都有個數字嘅，咁大概1億啦。而當時嘅票房其實約莫係7000萬左右。嗰陣時個口碑啦，票房其實都唔錯，咁大家都有興趣重溫嘅。咁但係變相大家聽到啲加長版之後，又開心，但係都唔想做傻仔。開心嘅地方係覺得，咦，正喎，有一個新嘅版本，可以用另一個嘅角度去再重溫《尋秦記》呢套好電影。但另一方面，大家又覺得，喂，當時大概有望7000萬到嘅票房，咁我冇理由去做啲傻仔去幫手推到上1億㗎。咁我梗係等加長版推出先再重溫啦。實際上，巴達威都係其中一個觀眾咁樣諗。當時我係想重溫嘅，我喺戲院出嚟嗰下，其實覺得好精彩，我好想再重溫呢套戲。由當聽到古老闆話，有加長版之後，就覺得咁梗係等加長版先再入去重溫咯。所以之後，當時其實有啲朋友都未睇，邀請巴達威去睇嘅時候，巴達威都話：我想等加長版先去重溫。咁但係亦都因為你嘅等待，其實唔單止巴達威等，亦都有好多嘅觀眾都一齊等待。就喺當時嚟講，個票房就開始停滯不前。咁結果等下又等下，古天樂都等到唔耐煩啦，佢都行出嚟講話：好啦，我就宣布加長版嘅名叫做多元宇宙啦。咁然後咧，佢亦都推出一啲優惠，就係當時就係大概半價嘅票價就可以睇到加長版。但係原來半價嘅意思係要先睇到前原版。咁呢個部分觀眾會去選擇用呢個優惠去再重溫。咁但係呢一段嘅等待時間就已經令到個票房停滯咗，個氣勢慢咗落嚟。呢個其實一個幾重大嘅宣傳策略嘅失誤，因為當你咁樣等待嘅時候，大家嘅觀眾就開始冷卻。咁然後當個心情開始冷卻之後，又開始會有一啲新嘅電影，無論荷里活嘅電影啦，或者香港嘅電影啦，都慢慢開始推出嚟。咁大家又會開始諗：咦，我係咪真係要去睇《尋秦記》呢？所以過早宣傳話有加長版，係一個幾嚴重嘅宣傳策略嘅失誤，亦都令到點解今日票房總係拉牛上樹，停滯不前。呢個係最重大嘅原因。然後除咗呢個宣傳策略嘅失誤之外，其實另一個原因就係佢過度販賣情懷。其實《尋秦記》個受眾唔夠廣，因為大家睇翻依家史上頭3套嘅電影《破地獄》、《毒舌大狀》同埋《九龍城寨》，
其實都係一啲創新嘅電影，冇乜包袱。觀眾唔需要帶住一啲咩嘅固有嘅知識、固有嘅經驗入去睇嘅。當然，九龍城就係好似有少少特別，就係因為佢改編自漫畫，亦都曾經出過小説。咁但係對觀眾嚟講，其實都唔係一定去重溫漫畫先至睇得明呢套戲，亦都唔一定要住過九龍城寨先睇得明。咁但係尋秦記就唔同，尋秦記佢其實係要比較需要先去溫故，才能夠置新嘅一套電影。而呢個溫故係講緊25年前，25年前其實係一個好長、好長、好長嘅時間。簡單啲講就係今時今日嘅大學生，25年前其實都未出世嘅。咁所以講緊係一班真係出咗嚟做嘢嘅一班叫做年輕人，或者真係成年人，先至會比較大機會入場。而年輕觀眾其實對尋秦記相對冇乜熱情。咁所以其實最初頭穩固嗰個票源就係嚟自一班喺25年前一齊喺屋企睇過電視、一齊追過劇、煲過劇嘅一班舊有嘅觀眾。最主要就係呢個嘅客源。咁當然呢個客源絕對唔細嘅，所以都幫到佢去到7000幾萬、8000幾萬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尋秦記過度咁樣販賣情懷。當然佢有嘗試加一啲新人，但加嗰個新人其實係內地嘅女演員。咁對香港嘅觀眾嚟講，其實相對個吸引力比較細啲。咁亦都因為呢個原因，吸引唔到香港嘅年輕一代嘅新觀眾入場。呢個其實係一個致命傷，令到個受眾唔夠廣泛，亦都令到尋秦記今時今日都仍然難以登頂嘅一個幾致命嘅原因，就係普通嘅觀眾、年輕嘅觀眾冇嗰份情懷，就未必想入場睇尋秦記。而第三個最致命嘅稻草，其實就係加長版。即個多元宇宙 Plus 嘅版本，令人大失所望。頭先巴達偉都有講啦，我同好多觀眾一樣，其實好中意尋秦記，對電影版其實都唔係話個感覺差嘅。出嚟嗰下我都覺得哇，都有8分9分，即係嗰個情感上。而好多人亦都甚至乎哇，睇到第一幕，聽到首主題曲響起已經感動落淚。好想重溫，其實本身大家都期待呢個加長版，而古天樂將呢個加長版嘅名改成多元宇宙版，就更加令到我哋一班老觀眾好期待。哇！到底個故事會點樣發展呢？係咪會有 Ken 哥刺秦王呢？定係阿林峰又會有啲咩嘅轉變呢？又或者唔同嘅角色係咪會去唔同嘅地方呢？因為講緊多元宇宙。咁而古天樂古老闆當時亦都講到明話，哇！加長版加多20幾分鐘，唔係加2分鐘，唔係加3分鐘，係加20幾分鐘。咁所以大家都覺得，咦？呢20幾分鐘真係可以創造一個新嘅宇宙，可以令到個故事完全截然不同。只要佢重新剪接，將啲次序改過，咁呢20幾分鐘其實係可以扭轉成個故事。所以大家都本身好期待，好期待。咁但係都正越期待就越失望，因為相信大家而家都知啦，無論入咗場未都好，都知道其實呢個所謂嘅多元宇宙版唔係真係咁多元宇宙。事實上，只係一個20幾分鐘嘅花絮片段嘅加長版，好多人都睇到好嬲，好想戒燈，好想提早離場，因為哇！原本期待有一個全新嘅故事，點知基本上9成9都一樣嘅，可能加咗1、2個鏡頭。咁但係真係只不過佢1、2分鐘嘅。明明當初古老闆同我哋講話20幾分鐘，點解等極都未有？點知等下等到散場嗰刻先開始有啲花絮嘅片段。咁呢個花絮片段其實就即係如果大家以前有買過 DVD 或者一啲Blu-ray碟嘅時代，就會明白，通常嗰陣時有隻碟叫做特別收錄，喂，係嗰啲花絮嚟啫喎。
咁但係需唔需要入場去睇咧？以前係用 DVD 嘅價錢去睇噶嘛，喺屋企重溫噶嘛，或者用 Blu-ray 嘅價錢去睇特別收錄啊嘛，唔會特登入場去睇得次套電影，就單純睇啲特別收錄。咁所以其實呢個錯誤嘅多元宇宙加長版，就令到大家大失所望。呢個大失所望其實令到口碑直接滑落，令到大家都冇意欲再重溫，甚至乎開始有人講唔想俾古老版溫品，所以令到原本嘅正評其實慢慢變到負評，甚至乎係負評如潮。所以呢一刻都可以大膽斷言，尋秦記可唔可以喺香港嘅影史上登頂？似乎真係唔得。雖然佢有好多唔同嘅明星，或者花咗唔同嘅時間、唔同嘅物力、財力去投資部電影，但結果就正正因為你個加長版，包括提早宣佈嘅加長版，以至呢個扭曲咗嘅花絮加長版，都令到嗰個口碑直接下滑。所以呢一刻都基本上可以話，尋秦記好難喺香港嘅影史上登頂。破億可能都仲有機會，如果佢遲遲繼續唔落畫，繼續嘗試推出唔同嘅副產品，破億都仲係有機會嘅，因為呢一刻佢都去緊9000幾萬。咁但係你話要登頂打破破地獄記錄，就真係似乎微乎其微。除非古天樂真係願意重新剪輯一個真正嘅多元宇宙版，將個故事重新剪輯，甚至乎成個故事嘅背景都唔同咗，咁先至有機會打破宿命。如果唔係，尋秦記似乎都係無法登頂。唔知大家有睇咗尋秦記未？你又有咩諗法？歡迎大家留言話俾大家知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